人最熟悉嘅3個 Sukhumvit 嘅站 Pom-Pom、通羅同埋 Ekka Mile。Ekka Mile 落咗 BTS， 左手面垂直就係63街，亦都係成個 Ekka Mile 區嘅精華所在。講得精華所在，梗係包羅萬有咯。生活機能就肯定豐富噶啦，你噏得出嘅美食呢度都揾到噶喎，蟹肉炒飯啦、角鹽松牛肉麵、陳牛記叉燒麵、靚仔 coffee shop。非常好味嘅泰國菜、韓國餐館，仲有 Donkey， 仲有 Big C， 仲有大量日本餐廳，又有意大利餐廳，仲有 Healthland 添。63街分上中下3段，其實尾段交通好便利嘅，出車左去右去都係2大 CBD， 行路就可以去碼頭4通8達。坐 Airport Link 去到 Wankampan 呢，亦都可以直接返到屋企嘅，當然可以坐 BTS 啦。今日就同大家參觀63街尾段一個興建中嘅流花項目。Hello， 而家我係呢個項目 Lychee Pride Ekka Mile， 咁顧名思義我就係 Ekka Mile啦。咁我喺 Ekka Mile 嘅邊橛呢，我喺63街，即係 Donkey 啊，一大堆商場靚餐廳嗰條街啦。向翻 Fancherberry Road， 即係稍為尾段一橛嘅位置。咁 Lychee Pride Ekka Mile 呢個項目呢，係由知名嘅老牌發展商 Senna 同埋非常出名嘅日本建築商阪急阪神呢一齊嘅合資合作項目嚟㗎，完全會根據日本嘅 standard 做 QC 嘅。咁呢個項目嘅優勢咧就係去到位置啦，因為佢係喺 Ekka Mile 嘅市中心位置啦，不過佢嘅價錢咧就只係 Ekka Mile 其他地方嘅90%或者係80%嘅啫。但係佢個位置咧雖然係比較 Ekka Mile 嘅尾段，但係佢就會更容易交通咧去離開 Ekka Mile去 Wan Malai 啦、去機場啦或者去 Phra Kerong 嘅，咁所以咧係非常之受租客嘅歡迎。今日哈利就同大家欣賞下呢個項目嘅設施配套同埋佢哋嘅示範單位。Lychee Pride Ekka Mile 咧喺前邊會有一個獨立嘅 building， 咁呢個 building 咧會設置咗5間嘅商鋪，為住旅客咧提供方便嘅。咁另外咧喺頂層亦都有一個佢哋嘅 co-working space。咁項目咧就會分咗做 A、B 兩座嘅，較後呢一座咧就係 A 座，前邊呢座咧就係 B 座。咁而家咧開售嘅咧只係 A 座嘅啫 ，B 座咧發展商會有另外嘅發展用途，亦都可能咧係會更加高嘅價錢去發售，咁所以咧，如果想買筍貨咧，就要把握 A 座嘅優質單位啦。項目本身嘅停車場咧，亦都係比較大嘅，足有66% 嘅泊車位。Pride Ekka Mile呢個項目咧嘅頂層嘅會所配套咧係非常之龐大㗎。嗱，首先咧有一個好大嘅健身室啦，有個好靚仔嘅會客室同埋 co-working space， 泳池咧亦都夠晒長喎，仲係無邊際泳池添。另外咧又會設置一個嘅 private kitchen， 你可以 book 呢個廚房咧，做下自己嘅煮飯仔，開下 party。天台咧亦都有一個好大嘅運動場所，有跑步徑，甚至有燒烤場。跟住我哋睇埋示範單位，先睇個2房2廁嘅獨立廚房，一個預設咗嘅洗衣空間，省地方，方便整齊。哈利認為咧，其實單位大細係一件事，幾多間房都係一件事。景觀都好重要，不過房型嘅設計嗰個生活嘅流程係咪方便呢？好緊要嘅。廚房去洗衫，再去客廳飯廳，其實整件事呢，唔好喺度喺間屋度玩行嚟行去啦，唔好嘥咗啲走廊位啦，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喎。好似呢個單位咁，哈利就認為呢非常之市正，採光亦都充裕，洗手間嘅乾濕分離都係合理啦。飯廳嘅佈局市正，採光足。客房呢，雖然會細啲，但係亦都絕對不至於屈質嘅，
一張4尺半床呢就啱啱好嘅，絕對可以做一個舒適嘅客房或者同屋企人共享嘅。因為洗手間呢亦都另外仲有浴室。One bed plus 嘅單位呢就適合一啲單身或者一對夫婦，尤其係喺曼谷做嘢嘅朋友啦，出租就會好好啦。多功能室非常之靈活使用啦。客廳同埋房呢就係用玻璃門間隔，咁就慳咗啲走廊位，採光亦都會再充裕啲。同樣地呢都會提供埋入牆嘅櫃。咁睡房嘅面積擺5尺床、5尺半床呢都係冇問題嘅。至於廚房嘅部分呢，佢就係用一個開放式廚房，不過呢就有間隔嘅。飯廳嘅佈局呢，亦都可以隨你自己嘅設計，相對比較靈活。Litchi Pride Ecomile 呢部分嘅樓層呢，亦都係寵物友善，歡迎大家考慮嘅。另外呢個項目呢會有管家服務，Elite Service 好多嘢呢管理處都會幫你做到，仲有 Senna 嘅360度 App。項目已經興建當中，歡迎大家查詢呢一個嘅項目，由 Senna 同板擊板神合作嘅 Litchi Pride Ecomile 曼谷買樓123會盡力為你介紹項目嘅細節，聯絡我哋啊！